日 Kelly 陳慧琳、范冰冰、阿 K 謝安琪、Stephen 馮德倫、方大同、張靜初，仲有名模 Lisa S 同埋 Anna R 齊雲集廣州。皆因呢度有好多靚衫啊，大家都悉心打扮出席呢日嘅服裝品牌發佈會。冰冰黑框眼鏡配晚裝，可愛俏皮。Kelly 熱褲加水晶鞋展現迷人長腿，而阿 K 超短裙襯上誘惑黑色絲襪，異常性感噃。不過呢晚嘅焦點呢，就唔係靚衫或者靚人，而係呢幾位 cute 到暈嘅小 model 啊！只不過係坐喺度已經氹得大家好開心啦。因為今次過到嚟真係內地做嘢啦，會唔會都好 miss 啊蝦餃仔佢咧？本來都幾 OK 嘅，因為今朝早先見完，咁陣間就翻去。但係頭先又見到啲小朋友咧，令我又諗起佢啦，係咯。一心諗住蝦餃仔，難怪呢日 Kelly 咁唔小心，美腿上面有笪污漬都唔知道啦。所以話做媽媽真係唔容易㗎，全副心機擺晒落小朋友度，好容易就會忽略咗自己啊！新年有冇話屋企而家開始真係有一頭家，好多嘢要準備咁樣咧？要啊！我而家係要負責連揮春啊，幫個仔預備啲新年嘅衫啊，係咯，嗰啲咁嘅嘢咯。入利是啊咁樣。係啊，要做呢啲嘢啦。係啊。雖然做足準備過年，但係 Kelly 就話人多細菌多，所以並唔打算俾太多人去佢屋企拜年。同樣係媽媽嘅阿 K 應該都要忙住辦年貨啦。